跨越海峽的風味相逢，藏着質樸的美食初心，懷取對台灣地道滋味的執念來到香港，只為將家鄉美味原封不動分享給大家。來香港開店的初心呢，因為我們是一個熱愛美食的人，就是想把我們台灣呢最好吃的、最地道的一些美食呢，來分享給我們香港的朋友，讓他們也能夠感受到我們很好的地道的台灣美食，為我們的台灣美食也做一下傳播。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情。說實在，這一次來香港創業，確實也是壓力蠻大的，秉持着一個對台灣美食的熱愛與初心，做好我們每一個產品，分享給香港的朋友們，這是我們的初心與熱愛。我哋係點解咁好食呢？係我哋用咗最高品質嘅雞腿肉啦，同埋喺台灣製作嘅秘製醬料，係十分之有呢個台灣嘅風味嘅。店內環境乾淨舒適，餐品也便於隨身攜帶，再加上美美價廉的親民定價，憑借這份用心如實在，很快就收穫了大批食客的喜愛。從台灣到香港，將台灣的地道味素帶給咱香港的朋友，真夠讚啊！